不过，三丑早餐店店老板三丑叔，今年与往年不同，提前1个月就开始了准备工作。花椒、枸杞、黄芪，制作头脑的最关键原料黄酒，必须要这3样东西加持，在熬煮和发酵的仪式中升华出特别的韵味。盖住盖儿，焖上3、4天，它就能用了。暑气刚刚消散，还没凉透的天气，给三丑叔特别版黄酒的酿制增加了一丝不确定性。来吃头脑的大多是老人，黄酒又要与淀粉融合，所以对于酒的糖分控制必须精准。上层清澈的黄酒定下乾坤，下层的酒糟进入深耕细作。底下剩的酒糟要洗一遍，把里头的药材呀，把里头的好东西都挤出来，去其糟粕，取之精华，酒糟水蜕变成功。头脑里唯一的荤腥是羊肉，肉汤肉块缺一不可。猪肉煮得软软的，这都是岁数大的。到位了。做头脑的都是这3种汤要最好，肉汤呀、酒糟水、黄酒，3水汇聚，头脑的汤底融会贯通，集于大成。加入蒸熟的面粉，不停搅拌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